后来乡亲啊，超商推出着福袋啊，有机会抽到明年世界棒球经典赛东京巨蛋的门票，嘛有机会抽到飞达甲台积电的股票。 中北亚冠军热烈欢呼声，去年12强的比赛，拼着冠军的感动，和所有台湾人拢要的奇迹。即马要迎接明年3月份的世界棒球经典赛，球迷想要抢票，也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因为有超商上准上期，只要买亚蛋的福袋啊，就有这个机会留到明年东京比赛的门票。 我也希望可以抽到这个2026的东京的经典赛的首轮比赛，那一起去跟我的家人到东京去帮中华队加油。 若门票、进口车黄金，拢有机会摕回去。业者用这个奖品搭配福袋的商机，就是要请消费者来买。邀业者甲人气 IP 角色联名，一个拍开内底拢是日常的物件，像这支毋是雨伞，是秘书布昂的原主笔主打解惑的相机。 那会蛮期待圣诞福袋这个东西在圣诞节推出。对啊，像是那个迪士尼的狗狗系列，我就蛮想买的。圣诞节就是个花钱的时候。过节就是要有仪式感，另外要有超商直接跳过耶诞节，互你心里发大财。咱乡亲若是买发财卡，也是讲平安夜推出的每年福袋啊，都有机会成为辉达以及台积电的股东。无共款的业者各出奇招，和寒天过节气氛更加热闹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